大家好啊，我係 Amanda，又嚟到東涌每周樓市回顧咯。大家見到報紙都有講啦，10大屋苑星期六日成交保持平穩，有啲咧就錄得大約5宗或者9宗嘅成交，數字唔算好誇張，但同之前零成交嘅悶局比較，已經明顯好翻。尤其係一手市場啦，最近啲新盤銷情算係幾熱鬧噶，好似元朗啊、屯門啊、啟德啊、白石角嗰啲新盤，發展商定價比較進取，一開價咧就吸引到好多票。市場上有啲新盤，例如元朗千裕啦，2日收3000幾票，超額認購好多倍。咁證明乜嘢呢？證明市場唔係冇購買力，問題只係買家好精明、好現實。而家買家唔係唔買啊，係睇3樣嘢：第一，價錢有冇吸引力；第二，樓齡同質素值唔值得呢；第三，供款壓力同埋租金回報計唔計得掂呢？所以你話市場係咪已經升到好啲麼？又未係。但你話市場係咪好死呢？其實又唔係。而家咧比較似一個慢慢回暖，但係買家仍然講價嘅階段。咁講翻我哋東涌區，咁根據我哋文職姐姐市場成交記錄統計啦，喺2026年上半年，東涌買賣市場表現咧，其實相當都唔差噶。咁喺2025年嘅上半年啦，東涌主要屋苑買賣成交大約係錄得202宗，去到2026年嘅上半年升咗大約係去到304宗，即係話成交宗數增加咗大約係50.5% 啦。咁呢個升幅咧都唔細噶。簡單啲講，即係話今年上半年東涌買賣交投明顯比舊年咧活躍咗好多。咁我哋再睇埋尺價啦，喺2025年嘅上半年，整體平均尺價大約係11,143蚊，喺2026年嘅上半年咧就升到大約係11,815蚊，升幅大約係6%嘅。咁呢個數字代表啲咩呢？代表東涌唔單止成交量多咗，成交價亦都唔係淨係靠平盤去谷出嚟嘅。咁整體尺價係有溫和嘅上升。當然啦，大家要明白，平均尺價係會受到成交單位質素影響嘅，例如高層啦、海景啦、大單位啦，或者一啲新嘅屋苑成交多咗，都會拉高翻個平均尺價。所以咧，我哋唔可以咧單睇一個平均數，就話所有單位都升咗6%。但大方向大家都見到嘅就係東涌買賣市場成交咧，今年上半年係價量齊升。咁啊，睇翻咧各大屋苑成交宗數啦，喺2026年嘅上半年咧最活躍嘅，尤其係幾個大家熟悉嘅大型屋苑啦。映灣園咧上半年錄得大約係90宗嘅成交，比2025年咧同期77宗咧上升咗大約16.9% 啦。咁映灣園一直咧都係東涌二手市場嘅成交龍頭大阿哥嚟噶嘛，因為單位量大啦，戶型選擇多，由2房、3房到大單位都有，加上咧入場門檻相對市區低，所以咧成交一直都好穩嘅。咁藍天海岸啦，上半年錄得大約係33宗嘅成交，比去年同期22宗，上升咗大約係50%。咁藍天海岸嘅優勢咧係位置方便啦，近港鐵、近東薈城，對用家同投資者嚟講咧都有吸引力嘅。咁東環上半年咧大約係63宗嘅成交，比去年同期39宗，大升咗大約係61.5%。東環作為比較新嘅屋苑啦，樓齡會所、屋苑管理都受到年輕家庭客同埋換樓客嘅歡迎嘅。咁啊，星匯啦，上半年錄得大約係40宗嘅成交，比去年同期21宗，上升咗大約係90.5%。星匯升幅係最明顯之一嚟嘅。咁主要因為咧單位面積大啦，居住空間感強，咁啊適合家庭客換樓嘅需要嘅。咁啊東堤灣畔啦，上半年錄得大約係37宗嘅成交，比去年同期21宗，上升咗大約係76.2%。東堤灣畔咧勝在近港鐵站，交通方便，一直都有穩定嘅需求嘅。咁整體嚟講咧，東涌今年上半年成交增加，唔係單一屋苑帶動，而係多個主要屋苑都有改善。咁呢點好重要㗎。因為如果只係1-2個屋苑多咗成交，可能只係個別平盤去推動，但係而家大部分屋苑咧都有交投嘅增長，反映市場信心係有翻啲嘅。咁好啦，再講翻尺價咯。咁上半年咧，東涌整體平均尺價咧就大約係11,815蚊，比去年同期升咗大約係6%。咁啊，分屋苑嚟睇咧，唔同屋苑升幅都唔一樣噶。咁啊，映灣園平均尺價大約係10,238蚊，比去年同期大約係9,667蚊，升咗大約係5.9%嘅。
咁藍天海岸咧就大約係11,657蚊，升咗大約都係6%啦。影岸紅大約係12,365蚊，升咗大約係8.1%。東環大約係12,444蚊，升咗大約係9.4%。星匯大約係11,270蚊，升咗約1.4%。東堤灣畔約11,131蚊，升咗11.9%。水南天岸約13,558蚊，升咗約8.2%。海堤灣畔約11,859蚊，升咗約6.4%。咁呢度可以睇到啦，其實今年上半年咧唔少屋苑尺價都係向上嘅，當中升幅比較突出，包括東堤灣畔、東環、水南天岸、影岸紅嘅原因都好合理啫。東堤灣畔近港鐵，位置優勢一直都喺度噶啦。東環樓齡比較新，配套新淨，受年輕家庭歡迎。水南天岸同影岸紅供應比較少，成交一多翻啲咧，平均尺價就好容易俾啲優質單位咧去拉高嘅。所以我哋成日都同客講啦，東涌唔可以一概而論嘅。同樣係東涌，有啲屋苑係主打交通，有啲主打樓齡，有啲主打景觀，有啲主打係實用率嘅。咁啊，買樓咧一定要睇自己嘅需要啦，唔好淨係睇邊個尺價係最平嘅。咁我哋講完買賣啦，我哋再講租務。東涌租務咧，市場今年上半年都好活躍。喺2025年嘅上半年，主要屋苑租務係錄得大約721宗啦。咁喺2026年嘅上半年啦，升到大約係855宗嘅，升幅嘅18.6%，即係話租務成交多咗，租客流動明顯係增加嘅。但最有趣係咩咧？雖然租務成交量升咗，但整體平均尺租由舊年上半年大約係33.2元咧，回落到今年上半年大約係31蚊嘅，咁跌幅大概係6.6%啦。咁點解會咁咧？其實都好簡單，一方面啦，租務需求係有，尤其係機場啊、港租啊、跨境工作、航空業、物流業相關嘅租客，加上家庭客、學生家庭都支撐住東涌租務嘅市場。但係另外一方面咧，供應亦都多咗，咁部分業主咧見咧買賣市場未完全大旺啦，就選擇先放租，加上租客選擇多咗，自然會講價啦。所以今年上半年東涌租務市場係量升，但租金未必大升，甚至整體平均仲有少少回調添。不過去到6月咧，情況都有少少改善，例如係影灣園啊、東環啊、星匯啊、東堤灣畔等等啦。6月嘅租務宗數同埋尺租都有唔同程度嘅回升，其中影灣園咧6月租務成交係有49宗。東環係有40宗，藍天海岸17宗，星匯都有17宗。呢啲反映咗咧暑假前後咧租務需求開始活躍，對投資者嚟講咧，東涌租務市場仍然係有承接力嘅。但買入價、租金回報、管理費、維修成本全部都要計清楚，唔好淨係聽到租務好3個字就盲衝入去啊！咁都提一提啦，以上數據咧都係根據我哋錄得嘅統計，只係供參考用途嘅啫，所有資料咧就以市場成交為準嘅。咁好啦，入翻我哋今條片嘅重點啦。上星期即係2026年嘅7月6號至12號啦，東涌二手買賣一共錄得3宗嘅成交，當中星期6日咧係錄得2宗嘅。咁屋苑分佈方面咧，影灣園係1宗，藍天海岸係2宗。咁啊，第一宗就係影灣園4期16座高層 F 室啦，單位實用面積563尺，間隔係2房，一次成交價錢635萬嘅，平均尺價係11,279蚊。咁呢個單位咧，業主喺2023年啦，以500萬買入，今次635萬沽出，帳面係賺咗135萬嘅。咁首先啦，呢個係影灣園嘅4期啦，即係話最新嘅一期。影灣園4期咧喺東涌市場入邊咧，一直都有一定捧場客嘅，因為樓齡相對新啲啦，屋苑環境都比較成熟嘅。而呢一間高層 F 室最吸引係啲咩咧？就係佢屬於一個單邊高層啊，私隱度高，再加上咧景觀開揚，可以望到藍天海岸嘅園景啦、泳池景啦，同埋機場海景。對於2房嚟講咧，呢類質素咧算係影灣園2房入邊咧比較靚嘅貨，所以我會形容呢個單位咧，其實影灣園2房嘅樓王級別嚟嘅。咁另外啦，業主喺2023年500萬買入，短短大約3年升到635萬，帳面賺咗135萬。咁呢個都反映咗一樣嘢喎，優質單位喺低位入到貨咧，之後市場回暖，升幅可以好明顯嘅。第二宗成交咧就係藍天海岸嘅6座低層 G 室。
單位實用面積388尺，間隔係一房一廁嘅戶型，成交價錢510萬，平均尺價13,144蚊。業主喺2011年咧以257萬8千買入，今次510萬賣出，帳面係賺咗252萬2千嘅。咁藍天海岸嘅一房咧，一直都係東涌投資者同埋用家都幾中意嘅產品，原因好直接嘅啫，面積唔算太細，間隔實用，總價相對易入口，位置又方便，對於單身客啊、情侶啊、機場返工人士或者投資收租客咧都好有吸引力。咁呢個單位咧係低層，景觀主要望翻東涌嘅圖書館、體育館啦。咁低層單位景觀咧未必去到最頂級，但勝在咧生活配套近。咁買家如果係自住都會覺得方便啦。咁平均尺價就13,000幾，喺東涌嚟講咧完全唔算低啊。但一房咧因為總價細啦，市場承接通常比較強嘅，所以尺價咧好多時咧都會高過大單位。原業主喺2011年咧以250幾萬買入啦，今次510萬放出，帳面賺咗超過250萬。咁呢啲咧就典型長線持貨成功嘅例子啦，唔係短炒，係10幾年時間慢慢令到自己嘅資產升值嘅。咁第三宗咧，亦都係藍天海岸喎，單位就係藍天海岸嘅2座高層 B 室，實用面積806尺，間隔係3房2廁，仲有一個儲物室。成交價錢950萬，平均尺價大約係11,787蚊。咁業主喺2004年咧以388萬5千買入，今次950萬成交，帳面係賺咗561萬5千嘅。咁呢個單位可以話係換樓客最中意嘅類型嘅啦。首先806尺做咗3房套加埋儲物室，空間一定夠用啦。對於一家3口4口甚至有工人姐姐嘅家庭咧，係一個好實用間隔嚟嘅。咁第二就係間隔四正南北對樓，香港人買樓好中意就係講通風啊嘛，尤其係東涌有時濕氣重啊。如果單位做到對樓嘅話咧，住落真係舒服好多噶。咁第三景觀有賣點喎，呢個單位高層可以望到無敵機場海景，景觀靚，喺二手市場咧一定係加晒分噶啦。咁大家都留意翻啦，尺價咧就11,000幾，其實同剛才藍天海岸嘅一房13,000幾相比咧，尺價係低咗啲嘅喎。咁呢個都好正常嘅，因為大單位總價高，客源相對會細啲，所以尺價通常都會比細單位低啲嘅。但如果你係用家，尤其係家庭客啦，咁呢類3房海景單位咧，實際居住價值咧其實好高嘅。咁原業主喺2004年啦，買入價就388萬5千，持貨超過20年，今次950萬成交，帳面係賺咗561萬5千啦。呢啲都係長線物業投資最典型嘅例子啦。中間市場有升有跌，有金融海嘯，有疫情，加息週期，但優質地段實用單位長線嚟講咧，仍然係有資產增值嘅能力嘅。咁成交我哋就分享完啦，咁俾翻少少 tips 你哋啦。如果你係買家，而家應該點樣部署咧？咁我就會咁樣講啦。第一，唔好淨係睇新聞標題喎，有時新聞話淡靜，但其實落場睇筍盤可能好快都冇咗㗎。咁有時咧新聞話升溫啦，但唔代表每個盤咧都值得去追嘅。第二，要分清楚咧平同抵喎，平盤可能有原因，例如低層啊、景觀差啊、樓層嘈啊、裝修殘啊、估價不足喎。抵買盤就係價錢合理之餘咧，質素都要過到關㗎。第三就係如果你係自住嘅話咧，最重要係供款能力同埋生活需要啦，唔好為咗追最低價買咗一間咧自己住得唔舒服嘅單位。尤其東涌咧唔同屋苑定位都好唔同㗎，近港鐵、近學校、景觀、會所、樓齡都要一齊考慮喎。咁第四就係如果你投資嘅話咧，就一定要計租金嘅回報啦。租金唔係永遠升，空置期、管理費、維修費、按揭利息全部都要計，唔好淨係睇租到幾多錢，仲要睇淨回報幾多喎。咁如果你係業主又想放盤嘅話咧，咁我又會俾咩 tips 你哋咧？第一，叫價要貼市啊！而家咧買家咧唔係冇錢㗎，係好識得去比較同一個屋苑。同一個戶型，買家都會睇晒最近嘅成交、銀行估價、網上放盤。如果咧你叫高太多嘅話咧，買家通常連睇都唔睇你啊。第二啦，就唔好見到咧成交少就震晒驚晒喎。成交少唔等於冇需求，可能只係買賣雙方拉鋸啫。如果你個單位質素好、價錢合理，其實仍然會有買家出手嘅。第三啦，放盤之前咧就要包裝好喎，簡單執間屋啦，清潔下、影下相、拍下片，效果差好遠㗎。而家買家咧好多時咧，第一眼咧就上網睇下手機嘅相，如果相片唔吸引啊，直接 skip 咗啦，係咪？
咁第四啦，如果你唔急住賣嘅話咧，可以一邊放租一邊觀察下市場喎。不過租咗出去之後，睇樓嘅彈性就會低啲啦，賣價都可能會受租約影響，所以要諗清楚先好決定啊。好啦，今日同大家講咗香港整體樓市啦，東涌2026年上半年買賣同租務嘅數據啦，亦都詳細拆解咗我哋上星期東涌3宗嘅二手成交。咁簡單一句做翻個總結啦，東涌樓市唔係大爆升，但明顯比舊年活躍咗，買家仍然審慎，但優質盤仍然有承接嘅。咁啊，買家而家要做嘅就係做足功課，睇準機會；業主要做嘅咧就係定價貼市，唔好離地。投資者就要計清楚租金回報同埋長線潛力啦。如果你想知道自己個單位咧而家值幾多錢，又或者想喺東涌裏邊揾最新嘅筍盤、租盤、成交分析，歡迎留言或者私信我。咁我係 Amanda， 專注翻東涌區嘅樓市嘅，記得 like、share、follow 我哋呢條片啦。我哋下條片再同大家更新最新嘅東涌成交，拜拜。